开讲了后，就公民团体去到中选会交要罢免19位中国国民党立委的连书书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讲，真拿赢一定会团结全力来备战。也那民众党代理主席黄国昌是强调，反对执政党武社会对立，爱总统来赶紧打动。不过，民进党颠倒是爱黄代理主席专心家己的党务。 新年开工头一天，全台各选区公民团体来到中选会，上诉第一阶段罢免连署单，总共有1件高虹安市长罢免案，甲19件南营立委罢免案。朱立伦讲，罢免案是民进党黄杰的闹代志。民进党的开工日就是推动全面罢免，有这种政党选输了，1年后又要重选，只为他的政治来考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，我们要以战止战。 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现在如果蓝白有悔意的话，应该要尽速的接受复议，重新回到立法院来审议。不管是扩权法案，或者是财划法，或者是整个预算的审查，都应该重新回到立法院来理性审查。那立小客，不过民众党无开立委，并无罢免的问题。代理主席黄国昌认为罢免已经变作政党斗争的工具。 呼吁赖总统应该要打动啊，若无会采取相对应的行动，甚至有可能走去民进党立委的选区宣讲。我静静的等候赖清德总统的回应，这个时间不会长。我希望明天礼拜3，赖清德总统在中常会后有一个清楚的态度出来，要公开辩论，我随时奉陪，我随时奉陪，真的随时奉陪。那你讲说啊，公开辩论可能太激烈了，那没关系啊，我们公开讨论啊。 黄国昌永远是黄国昌，喜欢自抬身价。如果他要针对罢免的议题、不正当的罢免行径进行辩论的对象，他应当去找朱立伦。到目前为止，以政党之资、以政党的指令去点名指明要罢免绿营的立委，是国民党啊。 林英强调尊重公民的自主意志，无应该连接到赖总统迄边去。对着黄国昌要求赖总统伫中常会以后表态，民进党讲这真好理解，而且请黄代理主席应该要专心家己的党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